夕阳时刻在游艇上谈天说爱，这应该是电影中才会出现的浪漫情节。不过现在来到安平，也能亲身体验到。游艇俱乐部透过创新模式，让民众用亲民的价格学会驾驶游艇，让航海梦不再遥不可及。对于一般民众来说，游艇就是一个遥不可及的一个交通工具，因为就是觉得是有钱人在玩的，因为很贵。那对于有船的船主来说，我买了游艇，他相对的他买了游艇，他的维护管理费用是非常高的。OK， 那对于考到游艇执照的人来说，他考到了，但他却没有游艇可以玩。所以，我们游艇俱乐部做了一个行为，就是我们把这些船主他不用船的时间拿来出租给我们的一般民众。所以，当他的时间，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平均的分配。所以，相对的，我们可以把游艇这件事情的使用价格拉降到最低，让民众可以比较亲民的方式玩得到船，让船主在他不要用的时间，把这个时间给一般的民众去做使用。所以，在这个价格上，我们就可以达到让所有想要玩游艇、想要接触大海的人有一个很亲民的一个价格。除了自驾游艇，游艇俱乐部在暑假期间也推出跳岛行程、海上派对等活动。另外，游艇也将码头设计出浓浓的海洋度假风，让民众不用出国就能感受到国外度假的悠闲放松，吸引不少网美网帅到场取景。暑假到了，我们都会到南方四岛，或到七美屿、到澎湖去玩，或者是到小琉球，我们会到跳岛到小琉球去玩。那我们外海有钓鱼的行程，那我们码头有相关的一些，譬如说一些我们的游艇生活体验的一些活动。那有一些，譬如说我们都会有一些办一些说明会，让可以更多的人了解什么是游艇，什么是游艇生活。一艘游艇价格从上百万到上千万都有，加上停泊、管理、保养、维修费加总下来，不是一般人能够负担得起。游艇俱乐部创新推出的经营模式，不但让更多人完成梦想，同时也吸引更多会员加入，创造稳定营收。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。